现代台语版圣经罗马书第9章。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讲实话，无白贼。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，甲我作证。我非常忧伤，心内痛苦无停。我为着同胞，我的骨肉至亲，本身若着受咒诅，甲基督隔开，嘛甘愿。因是以色列人，上帝选召因做囝儿，赐因荣光、约、律法、礼仪甲应允。因是族长的子孙，照血统，基督甲因同族，愿超越万米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。阿们。安尼毋是讲上帝应允无实现，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囝儿。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，对以撒生的才通算作你的子孙。安尼是讲，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，只有对上帝应允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：时机到，我会过来，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。毋若安尼，利比加的双生囝嘛是对共一个人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毋过，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，伊对利比加讲：大个会服侍细。即句话是伫因还未出世、还未做好，也是做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。安尼，上帝的选召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召。照圣经记载，雅各我介意，以扫我无介意。安尼，咱要讲啥物？上帝无公道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伊捌对摩西讲：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，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。所以，上帝的竞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也是努力，是出自伊的怜悯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有对法老讲：我设立你做王，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。所以，上帝要怜悯什么人，就甲伊怜悯；要互什么人心意，就互伊心意。安尼，你会甲我问：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上帝还伫责备人？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？你这个人，你算啥？敢甲上帝赌喙？受塑造的物，减会对塑造的讲：你是安怎甲我做甲安尼？小废的，减无权，通用同一块黏土，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贵气的器具，一个粗俗的器具。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，互人知伊的权能，还佫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个惹伊受气、应该灭亡的人。伊为着所有备来接受伊的荣光遐个人，就是伊怜悯的对象。伊佫较会互因知伊丰富的荣光。咱拢是伊所呼召的。毋若对犹太人，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。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，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，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；本来毋是我所疼的，我要互因做我所疼的。伫迄个所在，我捌对因讲：你毋是我的子民。相反伫遐，因会叫做应我上帝的子儿。关系以色列人，以赛亚捌宣布讲：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，遐
遐尼多，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。因为主伫地上会真紧，搁彻底执行审判。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，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，嘛亲像蛾摩拉。安尼，咱要讲啥物？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却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，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，反倒无得到。哪会安尼？因为因毋是对神，是对靠行为，因去踢着迄块互人跋倒的石跋倒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看咧，我将互人跋倒的石，互人跋倒的大石放伫锡安，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。